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的节目爱同小姐记住的人物，分配在教育、环境、农业、社福一等方面实现梦想，每团配人天数。甜点师傅龚祖航，已做过马岛，还是参加过电视的选秀节目，入围到前26名。不过这里面以家庭入去上秋来创业，许多山地认识农民。用菜地嘅食材做该食材嘅甜点，而喺高雄六桂客家子弟，今年还为家乡嘅新人咧发起皮托计划，有个会做手工嘅人，为国社会新人咧可以过多嘅考察，而能上嘅新人咧对家乡韩国了解、家国认同，未开发多样嘅兴趣同创造力。对，它是狮山那边的胡椒，全台湾好像只有六龟那边有种胡椒，其他都是东南亚那边进口的。有好嘅面团拿去煎过，再过拿来切好嘅放到烤盘烘，唔是伊叫嘅福州山茶饼嘅就好嘅，也係做甜點嘅師傅龚祖航研發嘅同人個無相同口味嘅餅嘅。胡椒饼就是因為我之前也是在收集六龟那边的食材，然后就接触到六龟这个胡椒网，然后我现场试做，我发现它的胡椒跟一般我们市售的胡椒香气不太一样，那我就想说试试看用来做饼干好了。那后来一做之后发现其实味道还不错，而且就是它的香气还蛮可以跳出来的。这个就大致把它抹平就好，因为等下烤它就会自己就会平，然後就會蓬起來。塔皮杜烘不用等料落去，不用到烤上烤，再燃到位能落去。團六桂山體直接送來嘅木瓜，切到越細塊咧，不用到能落面烘，看起來個好食，個上癮嘅木瓜能落塔就好誒。我觉得木瓜它的味道本身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就不要用太多其他的食材去掩盖。我就很简单的做一个塔，然后呢里面就填一些就是杏仁粉跟鸡蛋拌成的杏奶馅，然后上面就用一点点的乳酪去做它的抹层，然后最后再放上新鲜的木瓜，我觉得就能够凸显它的原味。六桂出產嘅福州木瓜都係講祖航嘅數項，都係佢做甜點嘅食材。唔到啲嘢未囤也到農產，開展出新嘅收入。推六桂的小農跟在地的食材這樣子，那因為有時候你結合到一些比較烘焙類、點心類的，年輕朋友比較能夠接受。那有些人他買胡椒回家，可能他不見得會煮菜，所以他可能就用不到。可是我們把它做成餅乾，他就可以直接買回家吃。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種幫助地方小農的方式。龚祖航佢會用菜地食材來開發甜點，喺台灣少數屯地方食材拿來做甜點嘅料理師傅。唔過嚴上長期做下烤甜點，含鋪食鋪條嘅行到田中下去撿食材。那通常我們像怎麼挑選木瓜成熟的木瓜這樣子？一般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這個鈎，對，它上面會有鈎，通常都會有5個鈎啦。對，那如果說我們家裡面要吃的話，通常會挑5個鈎都黃的。因而龚祖航去到六桂縣委拜訪種木瓜嘅小農廖志雄，實際行到高原了解用嘅種類，行見滿意，又按到麥嘅針對嘅料理方式。新鮮吃就很好吃，有沒有一些其他的你比較特別的做法？有，一般我們這邊是那個客家村嘛，對，客家村都會做那個木瓜飯木瓜飯。那我是把它改良成像日式的那種大阪燒大阪燒裡面就會多放一些高麗菜啦，對，當然你有海鮮，你也可以放一些海鮮進去，然後最後呢煎完之後，上面再撒一些那個柴魚片、美乃滋什麼的。農民廖志雄共同跨領域合作獻出嚟，望得問地位嘅同菜田農產結合起來，開發出新嘅甜點，來帶動800風災過後已經過冷卻嘅六桂。
啊，那像是鲜果的花吼，可能是它会捏下的啦，所以各度一些变化吼来吸引客人来对啦吼，所以呢，所以我都想讲啊，同安尼江老师来共同研发。 比如说，像讲安尼木瓜酥吼，因为凤梨酥更流行嘛吼，安尼嘛可以做得来做木瓜酥吃康拉生啊，某听说都可以一炮而红啊，你啊，也可以说协助来研发相关的一些产品，看看能不能带动地方的经济活络起来。我们就会去跟小农们交流，去收集他们比较有特色的食材，包含了像是农家菜、家传食谱这样子，有一些传承意涵的这样子的内容。之后我就会把它写成文章。那写成文章之后呢，我就会举办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料理课程，把小农的这些产品都带到市区去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最后我会把这些食材再做成我自己店里面的甜点。 喺6幾年嘅公主行對家鄉一直有使命感，今年總算有機會尋到朋友，向下發起就調歸鄉6幾學生嘅攀圖計劃，可以因內列同時作為體驗考察，我也到各種下位聲音呢，大幫安呢加深對家鄉嘅認識同認同，開發多樣嘅興趣同創造力。半夜半前公主行就帶動用經過社會也到聲音呢，同時來做鳳頭沙餅。 那因为6龟本身就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月饼，它叫做红豆沙饼。那我们俗称把它叫做相思饼，因为大家知道红豆生南国，就是跟相思有关。所以呢，我们希望可以让小朋友透过手做这个月饼，然后去认识自己的家乡，然后也知道说原来我们6龟有一个那么独特的一个特殊的饮食，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分享这样。哎，我在做呢。 6龜南油嘅半夜餅嘅面試，佢合回到時節，又未加深新鮮嘅對地方嘅認識。公主行就決定愛團做鳳頭沙餅，列做課程度行嘅重點活動。水油皮在外面，酥油皮包進來，然後呢把它從4個角落抓起來，上面一定要粘緊哦，你不要鬆開，就這樣子。 鳳頭餅按用嚟做孬，公主行一鋪一鋪嘅慢慢嚟搞新鮮嘅。 壓一下之後呢，上下然後左右，去把它擀成像這樣子一張薄薄一張，然後它大小要可以比這個更大的，我們就把它這樣包起來。用刀，等一下，我把另外一個。按到新人呢，同時自家做餅嘅，沙沙就顯出嚟，未搞到過聽。拍拍手。是。很開心啊，可以讓我學到怎麼做那個相思餅，感覺就是那種。 做起来就是感觉很像自己当上厨师那种感觉，自己做感觉比较确实，就才真正可以体会到那个揉面团的感觉。就一般上课就安安静静的，然后在江叔叔上课的时候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举手发言，然后也会一起玩。他们可以像都市的小朋友一样进行这种烘焙手作课程，那他们不仅可以去做。 而且呢，还可以做的是所谓的家乡的食材，让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好像跟都市生活的小朋友的接轨的会更近。6龜鳳頭餅嘅故公主行未拿來同學生嘅分享。這紅豆沙餅呢，其實最早是在我們6龜鎮上有一間店在賣的，它叫清甘食品。好，那它呢，其實這個老師傅呢，他以前是 跟日本人學做日式的甜點和果子，然後後來呢，他又去學做這種我們中式的漢餅之後，他把它兩個融在一起，變成我們今天這個餅。所以呢，它是有點中式跟日式合在一起的。一間傳嚟10台人可以幾百年嘅老餅店，當然還有靠6龜也能做嘅美食。最大的量5個，5塊。 啊，為什麼你還是做？沒有，因為人家大老遠從台中回來，想吃我們一個紅豆餅，當然我是做給他。就是鄉愁的味道。應該是吧。該叔叔嘅演出一堆堆鳳頭沙餅，老師傅沒難免拖攤，也下睇6龜，愛傳到前來落實食材冇按規。都是老人家，包括小朋友都沒了。因為現在你鄉下地方不容易賺錢。
中六轨认真用脑，多数的营业被改发展，又认真提南湾公路热配为素材，上海改多的工人团人客去到嘅。不过1992年政府颁布唔准多数的嘢命令过后，营业就点了下来。2008年莫拉克风采，韩国团菜体的观光产业大都达达，地方方做得讲就冇乜嘅条路做得做。整体来讲，教育资源产业发展就并不死气。其实我在长大之前，我都会一直觉得，好像当六龟人是一件不太好意思讲的事情，会觉得好像乡下人的感觉，然后觉得六龟好像比其他市区的地方来的落后啊，然后我们的读书的成绩也没有市区的学生这么好，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会有点自卑，所以我才很希望可以透过一种方式，是让小朋友意识到自己的故乡的美。那这种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课程。我们是募集身边的在市区的手足职人的老师，一起来到六龟这边进行创作、开课以及讲座，让小朋友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的兴趣，并且透过课程更认识自己的故乡。用来包缝条沙饼嘅板帕，喺亚头生意呢之前测温阳考场做出来嘅。测温阳先生孙家贤特别用嘅六龟贴身反酸的叶贝来做样子。可能不同的领域的东西。如果带着小朋友，其实都会激发他们一些想法，对啊。然后这一次，也许他们平常虽然家里可能是种农产品，但他不知道说，我们家这个植物可以拿来染色，然后染色居然是这个颜色，然后我们又加了果树上的胭脂的虫的东西，然后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对啊，我觉得对他们讲会有点刺激吧。身为六龟人，小朋友真的要了解六龟。那透过姜老师所安排一系列的活动，去体验、去学习，才能够真正有所感受。很感谢姜老师，他很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引进外面的资源，甚至于帮我们介绍安排很多的老师来学校。那因为我们孩子们在龙兴国小也有10几个。那这次呢，他找到学校也想说，因为他本身是做一些这个餐饮烘焙这方面的哈，那他想说提供一些技术啊，然后也提供一些训练啊，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哈能够有成长。那不管是在学习方面呢，在这个各方面都能够对他们来讲都会有很大的进步。时差到六龟，就会2点钟到2点钟来时。公主红去到六龟屯生意呢，上100块，唔但抢茶厂爱按久，就连以前家开业店没冇办法做生意。韩国莫讲提半夜班前关出货的时间爱去六龟上课，偏但吃研究小价贵多。我公主红未抢少少的讲，钱做得再个穿，唔过生意呢嘅教育等唔得到。对我自己来讲，它是一个虽然路途上你说多远也没有到很远，可是它反而是让我去意识到说我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到市区去工作去打拼，其实在回来路上会觉得有点遥远，那遥远是心理上的遥远，就是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回到六龟做事情？那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为这边做一点点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我这一等其实也等了3、4年，我觉得我自己在市区做的事情有机会回馈到故乡，带这边的小朋友一起做一些有趣的课程，然后透过这个课程去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兴趣，去认同自己的故乡。那我觉得这条路就不算远。乡镇按摩资源，启动爱种大饼落实的主题，接上去上爱归去家乡，又唔掉爱归去做嘛嘅好。公主巷虽然唔係歸鄉開店，不過一團朋友嘅資源結合行起來，帶到六龜，上愛為家鄉嘅小農行過生意呢，打造出研究上唔到嘅，足料歸鄉安鬧嘅風景。